大家好，我是江启臣。大家好，我是连胜文。戏虐将莱克多巴胺讲成赛德克巴莱，污蔑原住民族的人是谁？骂民进党多败类，又加入民进党，嘴巴说不要，身体又很老实的人是谁？牛肉都含莱克多巴胺，污蔑大卖场的人是谁？事情宣布已经结束，乱报一情的人是谁？亵渎宗教的人是谁？消费异党的人是谁？大家好，我是江启臣。大家好，我是连胜文。这一次罢免投票的门槛真的非常高，可能连当选票数的5倍都不见得会成功。再加上天气可能会寒冷，以及防疫的考量，再让这一次民众行使罢免投票产生了非常大的困难。1月16号，中立人的一票，不只是一个议员的去留，更是台湾政治道德标准的分水岭。所以我们呼吁大家，不管你要投赞成罢免还是反对罢免，都请你踊跃出来投票，行使你的公民权。这样子，再嚣张的政治人物，再恶劣的政治人物，才会懂得收敛，才会真正知道谁是人民的主人。只有勇敢站出来投票，才能让政党重视我们的意见，尊重我们的感受。1月16号，请踊跃站出来投票，中立人加油，台湾加油！不平静，立院通过放宽莱猪相关行政命令，让国民党立委气到不行，怒轰绿营立委自己都不想吃，却要民众吞下去。虽然中央宣示决心，卫福部长陈时中亲上火线，说明莱剂安全标准，但还是挡不住各界质疑。反毒猪，反毒猪！民进党要台湾的人吃莱猪，这样合理吗？不合理。莱猪还没来，但走一趟市场，肉商、摊商已经贴起认证标章，就怕民众吃得不安。他就说我们这个会不会是莱猪啊？我们说我们这个莱猪也还没进来，那我们都是现杀的。其实我们老板娘很龟毛，他对他东西的品质他很讲究，就是他一定要出示他的切结书给我们。像我们一定就是要拿到那个证明，我们才会跟他厂商，他才可以供应东西给我们这样子。只是这台湾猪的标章问题一堆，卫福部与农委会都有，有的标章可以自行下载之外，加工品竟然不用100%的国产猪也能拿到，让人质疑，原来民众拒吃莱猪还得靠运气，也难怪民众连国产猪也没了信心。会去问，然后他们都有贴标章嘛，看的时候才会去买，这样先吃，等之后可能明年就会考虑一下，是不是少吃点猪肉这样子。为您送上我们的招牌小笼包。不想跟莱猪画上等号，国内许多餐饮品牌，像是鼎泰丰、干杯摩斯，都挂起台湾猪标章，同时承诺未来不用莱猪，为的就是要挽救消费者信心。那我们大众的话会是伊比利猪，但是我们还是有部分的商品是因为在美味的考量跟口感上面考量上面，其实是会使用台湾猪的。目前的话没有考虑做更换，然后会是继续使用台湾猪。餐厅业者人人自危，纷纷跟莱猪划清界限。学者们也急声呼吁暂缓开放，因为谁也不能保证20-30年后身体会出什么状况。如今政府一纸行政命令，元月1号开放莱猪，但事前略过茶厂，又没能力严格稽查，等于让全民陷于恐慌与不安当中。什么时候民众竟然连最基本的食安都得自求多福？Now News 财经生活中心报道。